其中一項工種很重要的一項工種就是人體表皮學。研究人体表皮的。我们东北搓澡可以倒奶倒醋，柠檬、西红柿、土豆，我们东北万物皆可搓。香蕉、檸檬是吧？我就要找那个汁儿多一点就好，就汁儿多呗。一个外地人很难想象，一个澡堂竟然能跟菜市场形成如此紧密的合作关系。对洗浴的重视程度，让皮肤比嘴巴更先享受到鲜食水果的滋润。香蕉、番茄、抗氧双子星、豆腐、蘆薈、保湿二重奏，这是来自东北黑土地的特产玉米面，天然的黄金磨砂膏。再打上一颗氨基酸炸弹，从而收紧皮囊毛孔。牛奶是必不可缺的汤汁底蕴，三者合一，加入料理机内充分搅拌，成为搓澡的硬核護膚單品。主打的就是一個萬物皆可搓。如果說美體浴是東北人粗中帶細的小小情趣，那東北搓澡主打一個大力出奇蹟，遵循先拋光後打蠟的洗浴程序。在美體浴之前，你得先經歷一場對身體的嚴苛打磨。一遍可去泥，2遍可去皮，3遍碰入，4遍抹生皮。